都决散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因向外国人介绍被监禁的丈夫的处境而被判入狱。据了解，穆尼拉·买买提埃里是东都决散伊宁市居民，2个孩子的母亲。她因与一名吉尔吉斯斯坦女商人交谈，介绍被监禁的丈夫的处境，被当局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3年徒刑。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穆尼拉的丈夫希热利·麦买蒂艾利是出租车司机，被判处16年徒刑。其母亲阿伊古丽·托尔洪被判10年徒刑。根据密切关注此事的人的说法，当穆尼拉前往警察局探视她在石湖监狱的丈夫时，中国当局拒绝了穆尼拉的请求。在回家的路上，她在公交汽车上与一名吉尔吉斯斯坦商人交谈，向他介绍丈夫的情况。据事件的目击者称，她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入狱，原因是她向外国人讲述丈夫在监狱中的处境时流泪。20世纪是维吾尔人历史上发生重要事件的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人聚集在比什凯克和加拉勒阿巴德，以纪念4月在东都决散发生的2次重要事件。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社区组织了一些活动，以纪念1945年4月8日成立的国民军日和1990年4月5日发生的霸凌事件。由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人同盟社会组织的活动于4月8日在比什凯克附近的一个文化馆举行。脆省的维吾尔族社区参加了活动。此次会议由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联盟主席阿斯卡·卡西莫夫主持。首先为烈士诵读古兰经，后来哲学博士巴乌多诺夫讲话，详细地解释巴人事件。巴乌多诺夫先生在报告中将发生在1990年4月5日的巴林事件描述为巴林革命。在维吾尔活动家的倡议下，于4月8日在加拉勒阿巴德举行了东都决散国民纪念日和巴人事件纪念活动。备受关注的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有了处理结果。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因违反反垄断法，对这家互联网巨头罚款128.28亿元人民币。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作出处罚决定，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即128.28亿元。2020年10月下旬，马云在上海一个论坛上炮轰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去年年末，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美国2艘战舰为通过土耳其海峡前往黑海而向土耳其递交正式通告。阿纳托利亚通讯社报道，外交消息来源就美国派2艘战舰前往黑海有关的消息表示，我方在15天之前通过外交渠道被告知，美国2艘战舰将以符合蒙特勒公约的方式前往黑海。消息人士指出，这些战舰将在黑海逗留至5月4日。美国国防部不愿回应土耳其说法，只表示美国军方派战舰到黑海是个例行任务。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比说，派舰普黑海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周六访问土耳其，与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印度在4月9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5384例，首次超过14万例，再度刷新疫情以来最高纪录。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4月10日早上8时，印度新增145384宗确诊个案，是本周第5度打破单日确诊个案纪录，累计个案增至13205926宗。死亡个案同日新增794宗，是自2020年11月18日起最多人病逝的一天，累计个案增至168436宗。